社农界伫10月7号接到民众检举，黄市府团队以及部分民进党市议员、里长参选人前往延平市场发送50块的消费券。根据社农界收到的相片以及影片，现场会当看到大批民众排队买领。对此，社农界表示，经济部振兴方案早伫咧7月份就已经结束，而且伫10号暗时，黄伟哲阁亲自带队前往安南区12店夜市发送50块消费券。所以社农界10号下晡亲自来到台南地检，市民控告黄伟哲贿选。经济部所办也从7月6号开始，只办理4周，每周的礼拜3、礼拜6，就是传统市场跟夜市，它的振兴券啊。那2万张到底发完了没有？而且并不是我们市长说我们都支持他，我们还提案说要他发，我们提案是每个人台南市民都发1000，来振兴经济。但是他是选择性到夜市跟菜市场，他拉到你就发给你，你来排队我发给你，等于不特定的到处发。而且如果这是公务员的振兴方案，那为什么市长的夫人也可以去发件去拉票，趁着发件又拉票，那这不是贿选？什么是贿选？对此，黄伟哲竞选总部发言人邱丽丽表示，这是经济部推动的疫后振兴市场方案，而且是无分哪力，大家拢有共识议题。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发放振兴券是在台南市议会不分党派也不分蓝绿的议员都希望市政府能够继续的发放以振兴经济。那我想这个是府会大家都有共识的事情，而且在这个发放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不分蓝绿的议员都陪同市长到各个定点去发放，可见这个是一个很有共识的事情。那谢龙介可能是比较少进来开会，所以他不知道这是议会的议决吧。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